这台中5册市场拍出着非洲猪只，农业部今仔公布这病毒基因定数和中国越南的病毒株拢有99.9%以上相像。不过，确认讲这病毒是对中国或者是越南来的，会把这结果提供给世界动物卫生组织。台中市场爆发国内头一个非洲猪只，外界关心病毒来自多一个国家。农业部3月公布病毒的基因定数结果，确认属有定族株，甲中国病毒株相款程度达到99.95%，甲越南病毒株相款程度是99.92%。因为病毒株的相似度都是99.95跟99.92，在序列的定序上面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确认到底的来源，确切来源是哪里。农业部强调，无法度确认病毒是来自中国也是越南，不过会将结果提供给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来承担责任。序列相对比起来是99.95，1万个里面有5个是不一样的。那我们从这些不一样的点，如果可以比到他们就是来源国最新的一个序列，那这5个点都相似的话，他就可以说我的病毒是来自于哪里。也对第2轮的强化防疫做法，农业部讲，分级查访上，全国5442场的市场已经完成5204场，采检送检拢是阴性。继续采检工作上，第2轮疫情调查有列出市场22场，21场检验结果拢是阴性，一场是因为无试滴，所以无采样，拢无再验出来。不过，因为台中案场由于验出3次病毒阳性反应，是不是这15天的禁温加禁台时间会延后？等到我们今天的整个清消以后，到2、3天以后，它干燥以后，那个兽医所会再度去抽样，那我们看那个结果以后，综合所有的证据跟所有的科学数据，来再做专家的讨论，做更进一步的商议。农业部讲，除了台中案立场，非洲猪只疫情就无对外传出去情形。不过，这阵也袂使放松，也是要真细腻。目标是搁再清零，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通报了后3个月内无新的案例，才搁提出申请，转来这检疫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